准备好了吗？娘子，那多有得罪了。娘子，怎么了？公主如今的脉象，为何有中毒之兆啊？中毒？夫君不必担心。老大，你别再装没事了。太后如今不再给解药，留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解药？娘子，凤芝妹妹，你快说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大，这是要毒发了。老大，这是要毒发了。凤芝，别说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？如果再搞不到解药，你连命都没了。凤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不许说。欧阳是天下第一神医，没什么毒是他解不了的。凤芝，继续说。公主现在的身体很弱，需要好好休息才是。娘子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和欧阳一定会找到解救你的方法。我要一字不差的知道所有讯息。所有太后的暗卫都是武功高强、出入自如的高手，所以为了控制他们，太后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毒药，名叫葬花百叶散。葬花百叶散，我还真听说过。这种毒药并非一招致命，这药效会随着毒性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强，每100日就要服下解药，而这解药中又夹杂着毒药，这100日的药效也会重新计算的。也就是说，中一次毒，便是中毒一生。距离上次老大服药已经93日了。欧阳，相爷无需多言，我这就回医馆研制解药。我的目标是能够制造出斩草除根的终极解药。不过这种解药一般都有副作用，不知道相爷你介不介意啊？什么副作用？重则卧床不起，四肢不健；轻则记忆受损。也就是说，他有可能会忘记你是谁。欧阳大夫，你真能制成为老大解毒的解药吗？我的医术你还不放心啊？我不是不放心你，老大10岁便中此毒，到现在有10年之久了。他毒中得如此之深，每100日还要加重一次。我是真的为老大担心嘛。凤芝妹妹，这世上只要有毒药，就定会有解药；只要有解药，我欧阳就定能制造出来。所以你安心照顾我便是了。你是不是也是暗卫中的其中一位啊？是啊，最后一位。那你的毒？我根本就没有中毒，因为太后嫌我太笨了，一直不肯重用我，是老大执意把我带在身边的。也是啊，给你下毒也是浪费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是咳嗽。不对呀，欧阳大夫，你刚才是在关心我吗？啊？
你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哎，这本书不对，我得再找找。娘子，这是体内藏匿的巫血，看来用功有效果。我们继续。你看看你，嘴唇都发白了，不要再为我好力了。无法。这样，你我今晚都先歇一歇，明日再学也不迟啊。娘子，我不累，没解药，我不放心。我们继续。你不累，我也累了呀。况且相公，我已经很多天都没有好好进食了，我饿了。好，那你先休息一下，我现在就让下人去备菜。娘子，这是补气补血的黄芪当归汤，快尝尝。再来一口。娘子，欧阳已经在研制解药了，我相信凭借他的医术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到时候，我们一起离开相府，去游山玩水，如何？夫君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无论是在哪儿，做什么，我都会很快乐。我也是。好了，吃饭吧。你多吃些，这样身子恢复得快。你先回去吧，今日也劳了一天了。无妨，我想一直陪着你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保证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你要是一直守在这儿，我反而不安心了。那好。不过这种解药一般都有副作用，不知道相爷你介不介意啊？什么副作用？重则卧床不起，四肢不健；轻则记忆受损。也就是说，他有可能会忘记你是谁。可我不想忘记你。你松手！娘子，你这是为何？一场人
我不想拖累你，我也不想忘记。你松手！你松手啊！只要你活着，便不是拖累。你若忘记陈某，陈某就再帮你想起。你怎能一死了之，不顾陈某？天华，你的手。在欧阳胭脂出解药之前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只要你活着，就算忘记陈某又如何？